人教育重新和結構，如何限制放任？是什麼？這性制度是引導社會最深層的社會分層體系，起源於古代的婆羅門教與吠陀文化，它依據出神話分人群階層，從婆羅門多次形成固定的社會等級。在國家為什麼會失敗中？這種制度被視為一種流動性社會結構，這限制個體流動、過度創新的動能，並在政治與經濟層面造成最被困困。為什麼現代的種姓制度導致了3個關鍵後，要機會不平等，出身決定這嘢與社會地位，抹殺了個人努力的價值，變創傷受殘，地藏性階層難以接受教育或進入政制黑星，創造力與人力資本被浪費，新制度排他性，這權力與資源分配之中與舊種姓精英，形成典型的甩到性制度與結構，換言之引導社會水平主化，但仍被一套傳統結構分老束縛，是包容性制度難以真正發揮作用。想像一場足球比賽，想像一場足球比賽，有人一出生就能踢在球場中央，有人則被配錯在場邊，永遠不能上場。即使球場變得更漂亮，規則更公平，若上場名單有血統決定，整個比賽仍毫無競爭力，這正是引導經濟長期曳要的社會縮影。反事實影響，若引導早期能分弱或廢除種姓制度，有人給予創業機會，將更廣泛分配人能資源，根據互聯騰科技與工業化可能提早出現，縮短與西方的發展差距，要政治上能形成更穩固的包容性制度，減少公教與正規衝突。現實中，種姓觀念誰在8月想被廢除，被着在社會習慣與習慣之中，社會再得貧富階級糾纏一人延續，互出在雙子渠道，社會流動細路，個人從低階層向上流動的機會，社會鎖定在結構固定階層固化難以打破，文化掠奪性。利用文化與信仰維護既得利益，包容性制度，鼓勵人才與創新自由流動的制度環境。我反對的觀點或有下的觀點，部分學者認為印度雖有種姓問題，但民主制度與資訊化浪潮正在逐步熄滅傳統階層的結邦。昂首身本着產地，如保障性親名有機會打破出身壓縮，如教育非平靜之初，雖被偏別平但制度並程度上促進了社會流動，餘力也由批評他與稱會入未觸及文化心理層面。政治的繁榮必須以社會平等與流動性為基礎，只有當個體能超越出身，自由追求機會時，現到才能真正突破掠奪性結構的束縛。
走上持續的繁榮。